由曲全力导演这部感人的电影《台湾超人》，虽然12月6号才正式来上映，不过凯尔集团在11月29暗时，在台南的成功影城率先来包场首映，邀请将近400位的观众，做伙对着台湾超人，希望将这份爱甲神的正能量延续来传落去。台湾超人这部电影，事实上很多人拍电影是为了拍电影。但台湾超人他并不是，台湾超人呢，他是一股善与爱的正能量。就像我现在站在我这边的庄董跟张总，其实，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一股善与爱。但现在台湾的社会，我们希望更多的把这股善良跟美好把它呈现出来。其实祈祷之前的那个美丽台湾我就被他很感动了。所以知道他这一次又拍了这个台湾超人我二话不说，一定全力支持啦。台湾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。谢谢曲导，让我有机会呢，透过凯尔来办这场台南的首映会。那凯尔希望呢，有抛砖引玉的作用，让大家知道正能量在台湾、台南的重要性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在12月6号一起进戏院支持台湾超人。在电影会进前，凯尔集团嘛邀请民众做伙甲导演来互动。在翕相的过程，不管是比爱心、比赞，或者是比超人的动作，导演曲全力嘛拢非常的亲近甲配合。导演表示，伊拍这部纪录片拍了4档，收集了100位激励人心的故事。希望民众在看了这部电影，拢会用的感觉家己是幸运的，并未艰难。台湾超人，我们总共拍了4年，总共目前拍了将近有100位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。我相信大家在电影里面，你看完电影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你现在人生你遇到的代志，哇！你讲你偌歹命啦，偌安怎艰苦，其实拢无影。你看电影出来，你家己会笑，原来我是足幸福的，足侪代志，原来是咱人生的过程尔，并不是真正的艰苦。你看到这个人命运无同的人，既然为着生命的价值，做出这侪伟大的代志。电影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、议员曾子杰，嘛拢特别到场来表达支持，希望借由真实的生命故事激发大家，让台湾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在这边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好朋友，大家一起齐心，那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更加美好。我们也一起努力，希望接下来大家接力，能够让这部《台湾超人》能够正式在商业电影能够让更多人感动。我想说这个也谢谢曲导。最后，主办单位凯尔集团嘛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台湾超人院线集资的计划，让超人们的生命故事会用永远传落去。同时嘛，让更多囡仔甲民众透过大荧幕感受台湾超人的力量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